当年越剧培训班里灵气十足的小明星，这乐舞台上令人放心的救火队员，投入陆派门下，经典演绎小生形象。今晚嘉宾，浙江越剧团陆派小生廖其英。没错，今天来到我们这方舞台的嘉宾就是著名的陆派小生，也是浙江越剧团的著名演员廖其英老师。欢迎廖老师，你好。你好，戏相逢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其英。廖老师，当时你是最早是在临安的越剧团的培训班？是的，那个是80年临安县全县招生，有3000多名考这个越剧团。结果呢，就只录取了30多个，那我就是1%呀。对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位。2年以后，我就第一批成为临安越剧团的随团学员。我们有四位老师，其中一位是徐云芳老师，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他是临安越剧团当家小生，他好像比较喜欢我，那要叫我学小生，跟着他学小生。其实我内心深处，我是非常喜欢演花旦的，内心深处就住着一个小女孩的那种感觉。但是老师这么器重我，那我也感到很荣幸，我又不能违拗老师。所以你在当时这个培训班的时候，应该属于老师比较关照的对象，比较优秀。其实我在艺训班，我现在回过去想想我是不属于那种非常刻苦的。跟我们前面就是我同批的这个姐妹们来说，她们年龄比我大一点，她们比我懂事。但是那时候应该属于是一个比较灵光的小孩儿。对，有点学得快。对，因为我个子小，然后呢，我一般来说像小生这种行当，我都是排 B 角。前面我们其中有一个小生条件非常好，形象、个子、嗓子都很好，因为我肯定排不了 A 角。但是呢，比如说老师在给 A 角排戏的时候呢，他还没会，然后我在台下看看呢，我就看会了，所以这种有点灵气。走入了小生行当，廖其英收起了自己小女生的习惯，凭借自身的那股灵性，从方清到柳梦梅，在舞台上，她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。暖儿应有四方子，何须挂虑家乡事。色孤城，道孤城。1992年，一次不错的机会出现在廖其英面前，他告别了临安，只身前往杭州，成为了浙粤的一名演员。那时的他相信自己来到了一方希望之地。到了浙江越剧团的时候，听说还有点落差，就是感觉上面到了省团，好像跟我想象的是有点不太一样，有差别。团里嘛，一个戏演的也比较少，排的也比较少，然后人才济济，那就说你就是排戏的机会、演出的机会会很少。到浙江越剧团92年到浙江越剧团，然后一直就是顶角色，我就是救火队员一样的。对他们说你是救火员。对，比如说哪个戏哪个演员，比如说不能来参加演出，或者是生小孩啦之类的，那领导肯定会想到我，廖其英顶，所以我都是顶。金凤宁燕也是顶的，然后黄埔少华、王玉玲，我全是顶的角色。没有3的王玉玲也对，也是顶的，但没有真正给我排过一个戏。那么到了2000年的时候，2000年的时候，对，一晃又8年过去。2000年的时候，团里决定排一个珍珠塔。到这个时候，那是应该说我人生的转折点，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机会，让我去里面演方清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和陆派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但是这个戏不好演，人物也比较难去塑造。是的，它是唱作并重的一个戏，因为珍珠塔是戏剧的代表作。对，戏剧你看，一代一代下来都是很受观众欢迎，是经典剧目。所以我们越剧是改编过来的，唱腔也是非常多，然后还有做工戏，唱作并重，确实不好演。但是，我
觉得机会来的难得，所以我非常珍惜。我应该说也非常努力。在那个阶段来说，我是尽了我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把这个戏、把这个人物呈现给观众。还能记得吗？现场如果清唱一下《珍珠塔》的这个1、2句，感受一下。那但我这个戏一直在演啊。是哈。对，2000年到18年。演了几场？演了几场我没统计过，反正18年了，演了整整17年。应该说里面的表姐已经换了6任，姑爹换了4任，姑妈换了2任。然后有戏迷朋友说，就是铁打的方青，流水的亲人。来，经典一下，经典一下，我们现场听一下，现场听一下。哎呀，那我唱前面4句吧，好吧？自从姑母襄阳来，家乡是兵荒马乱连年在。早知曾经过日子，为不给北京理想来丢弃。《珍珠塔》是枣帮的传统剧目，故事源于清代，讲述了方清与陈翠娥的故事。这也是粤剧大师陆锦花的代表剧目之一。陆派擅长演绎穷生形象，方清自然成为了陆派小生的代表角色。而对于廖其英来说，这同样意义非凡。不仅在于这个角色唱念做打样样具备，更在于这出戏也是他和陆老师的连接纽带。说起与陆老师的师生情谊，廖其英觉得这很难得，令人终身难忘。然后当时是什么机会跟那个陆老师结了缘？这个要感谢上海剧作家季乃贤老师，他是陆锦花老师也是有一点亲戚关系的。他突然有一天我在家接到一个电话，就是季乃贤老师打来的。他说：“小廖，他说我是谁谁谁啊，他说我看过你的《珍珠塔》，他说非常不错。他说陆老师02年回来了啊，他说你就这个意思，你有没有时间来上海一趟？就是有没有意愿拜老师为师这样子？那我当时也很懵的，因为我想都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嘛，觉得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。那我就如期赴约。在03年8月份吧，在上海的一副舞台见到了陆老师。当时老师就是非常和蔼可亲，非常有气质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那么我们拜师的也是，还有浙江的邱小芳一起的嘛。那么就是一杯茶，一束鲜花，就拜倒在陆派门下。这月有一出戏，在我们的前2年的这个粤剧春晚上演过，《牡丹亭》。牡丹亭这出戏是当时你接触了排演了多久？那我说起来，我又要说缘分了，还是缘分，还是缘分，因为在我仅有的几个小生戏里面吧，我居然有3次机会接触《牡丹亭》，演绎柳梦梅。第一次是05年的时候，我们团那个演员李佩杰，研究生毕业，他有一个作品汇报，那么当时他就选择了《牡丹亭》。若干年以后，才知道为什么让我演这个柳梦梅。钟元娟老师就说，当时在1个月不到的时间之内，把任务交给你，我比较放心。然后第2次是09年的时候，陶铁虎团长，昆剧团调到我们这边，那么他排了一台就是折子戏，的其中有一则是叫实话教化改编的《醉话》，那么陶老师他来让我演这个柳梦梅。14年的时候，我们是3月份定下来要排这个戏的，因为在不影响团里演出工作的情况下，断断续续排，一直到演出是12月12日在省人民大会堂正式首演。
其实这个戏对我来说，无论是唱、念、做，都是挑战。念白是大段大段的台词，而且是文学性非常强。我说的难听点，如果说在台上你忘词儿了，你自己想照你都照不出来，编不上去。它非常严谨。对，要不今天就演唱《牡丹亭》当中一折。好啊，选哪一折？我就选醉话一折。醉话啊，来看看我们廖老师陆派小生用尹派来唱的这昆曲的曲目，一起来欣赏一下。小生刘梦梅，在后花园拾得小球儿，转开看来，似乎美人画像。死了，不免待我捧为房中，分享膜拜。细细地观赏一番醉莫娇艳，再笑容，令不算摇一剑锋，一剑锋。怎
子上有墨迹所行，待我看来。京都分明4年在原官司在上飞写，他念到帮算功课，不才没变，才留变。哦，这画像原来是女子们的师承图哦。你看呐，这美人儿如同生儿，咬着孙儿呀，那一双高望的眼睛，这怪顾盼着笑声。哎呀，美人啊美人，你何必这怪看着我？何不走出话来，叫我一声梦寐，也可了却我痴心一片呐！美人，来呀，来！